生活中一定遇到一些困难甲挑战。不过主要说，因为咱一定陪伴咱经过一些困难甲挑战，所以咱免惊。是咧有一两句话我感觉足介意，想要送互大家，就是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流。我感觉这两句话是真水。希望说哦，兄弟姊妹，咱伫主的恩典内底，互相扶持，互相成长。咱即马大家来是，伊预备恩典真正大。你的恩典真正大，你的
主欢喜咱的娱乐，咱把这荣耀归给上帝。咱大家明白心，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。